大家好，我係傻強，今日講一個幾乎每個香港人都遲早會遇到嘅問題：公立醫院急症室點解可以長期爆滿？你有冇試過半夜帶住病人去急症室排幾個鐘，最後等到天光？好多人會話冇辦法啦，免費醫療係冇，但係問題真係咁簡單？先拆程序，急症室理論上有分流制度，由1級危殆到5級非緊急，目標係救命行先。呢個原意冇錯，但現實係大量4、5級病人湧入急症室，唔係因為佢哋唔明制度，而係其他選擇唔存在。夜晚、假期，普通門診閂門，私家急症又貴，最後唯一選項就係急症室，結果係制度被迫用嚟頂替基層醫療。再講資源，前線醫護人手不足，病咗有限，急症室變成塞車位，你唔係即刻有生命危險，就只能等。問一句好現實嘅，等緊嗰陣風險係邊個㗎？係病人，亦都係醫護。講到錢，急症室收費低，公帑補貼重。當大量非緊急個案使用急症室，成本自然飆升，最後埋單㗎唔係制度，係納稅人。制度取向有冇問題？有。而家嘅系統係止血型，唔係預防型，只要唔即刻死人，慢係可以接受㗎。對普通市民有咩影響？第一，你可能要用時間同風險去換一個本來應該更有效率嘅服務。第二，真正危急嘅病人有機會因為系統過載而受影響。最後講3個行動建議：第一，分清楚急症同非急症，但前提係政府要提供足夠替代選擇。第二，善用普通科門診、夜診同私家診所。急症室唔應該係萬能入口。第三，長遠嚟講，香港要投資㗎，唔係淨係急症室，而係基層醫療網絡。總結一句，急症室爆滿，唔係市民亂用，而係制度設計逼人冇用。當制度慢，代價永遠落喺病人身上。